所以買樓冇套路，優點缺點都要知。大家好，我係Alex。嗱，大家知唔知喺中山有幾多個4.0，亦即係第四代住宅喺度賣緊呢？城區目前喺度賣緊嘅咧有4個4.0住宅，分別咧就係東區嘅保利朗爾、石岐嘅龍湖香山頌、陰陽二城啦，仲有上個月啱開盤嘅城建綠城江山和明嘅。嗱，另外咧有8個4.0住宅咧喺度開工或者準備開工嘅。石岐區咧有2個第四代住宅咧喺度準備建設當中，第一個咧就係城建綠城8號地塊，亦即係龍湖香山頌嘅北邊啦，華發學府1號嘅旁邊。第二個咧就係仁城府，亦即係陰陽二城發展商嘅第2舊地啦。嗱，東區咧亦都有3個第四代住宅準備建設中嘅。嗱，第一個咧就係東區沙江墟北面嘅4代住宅，係城建攞嘅，估計咧一樣都係同綠城合作啊。第二個咧就係東區盛景上風斜對面，亦即係中山日報後邊啦，谷城雲景台。第三個咧位置就喺東區同埋石岐區交界，亦即係博愛路南邊 VV 柏菜蘭子嘅北邊啦，沙江舊改嘅4代住宅，分2個屋苑，一個咧係做回村安置房嘅。火器區咧亦都有2個第四代住宅喺度起緊嘅。嗱，博愛7路南邊比較近城區高速路出入口呢個位置啦，就建發宏庭花園。仲有咧就係建發另外一個樓盤，就喺會展中心對面。喺馬鞍道咧，亦都有一個第四代住宅，亦即係保利天匯旁邊睇江景房嘅。4個咧喺度賣緊，8個咧喺度起緊或者準備開工嘅。依家咧有6個4.0住宅咧準備攞出嚟拍賣，其中咧有5個咧就喺城區，我哋嚟睇下。2026年5月31日，中山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咧就一次性發布咗6宗第四代住宅用地嘅出讓公告嘅。東區石渠咧有2宗地，以及科技區同埋小冷鎮咧各有1宗。我哋就主要講下城區啦。東區2舊地咧可以放埋一齊睇，因為佢都係旗江新城入邊嘅，已經平整咗，用途咧就係城鎮住宅用地。出讓年限咧係70年。嗱，從地圖嚟睇咧，佢個位置咧就喺東區長江北路同埋濠江西路嘅交界處。佢北邊咧就係中山寶龍城保利天郡樓盤，南邊咧就係東區松苑中學嘅新校區，東面咧就係香港人好中意嘅發展商迪興濠江天地啦。我哋再嚟睇下呢2宗地嘅質素。左邊0065地塊總面積咧32,872平方，容積率2.0，限高80米嘅，建築面積咧65,700平方，佢個樓面價咧係7,200蚊每平方起拍。嗱，值得提咧，呢個地塊咧佢就要求咧做一個便民嘅商業措施，亦即係包括新鮮超市嘅，建築面積咧唔細於4,938平方。右側0064地塊咧總面積29,819平方啊，容積率同樣都係2.0，限高80米。嗱，建築面積咧就5.9萬平方嘅，起拍價咧就7,300蚊每平方嘅樓面價。石岐嘅2宗用地咧同樣咧都挨埋一齊嘅，都喺旗江新城石岐經濟總部入邊，用途咧都係城建住宅用地，出讓年限咧70年。其中咧0025地塊咧就比較細啲，1.08萬平方啊。位置咧就喺建華龍湖香山頌嘅西邊，容積率1.9。嗱，建築面積咧去到2萬平方，限高同樣咧都係80米嘅。嗱，佢個樓面起拍價咧就係7,300蚊每平方。另外一宗0063地塊咧就喺旗江實驗小學南邊，亦即係陰陽二城南面嘅再南面啦。佔地咧1.99萬平方，容積率同樣都係2.0，限高80米嚇。樓面起拍價咧同樣都係7,300蚊每平方。嗱，呢2舊地咧都係石岐嘅第四代住宅。嗱，咁第5宗地咧就係火器區嘅博愛7路，亦即係鰲峰天頤嘅西邊，現狀咧就已經平整咗嘅，用途同樣咧都係城鎮住宅用地，出讓年限咧70年，地塊咧3.2萬平方，容積率2.0，限高同樣都係80米嚇，建築面積6.5萬平方，起拍價咧7,000蚊每平方。以上嘅宗地咧就喺6月30日咧就會公開拍賣，花落誰家咧就未知嘅。位置嚟講咧係靚嘅，因為咧喺熱門嘅地方，同樣咧都係熱門嘅4.0住宅啦。本地人滿意，香港人亦都中意嘅。
我哋再嚟睇下今年咧城區即將入市嘅樓盤，主要咧都係東區為主。第一個迪興豪江天地，亦即係旗江新城保利天閣南邊，中間個位置咧就係中山宏科未來學校嘅，旁邊咧就係松苑中學嘅新校區。4棟咧20到26層高嘅住宅，2棟咧20到25層高嘅商住樓，1棟咧3層嘅商業樓。迪興開發建設嘅，亦即係德寶怡高博愛里呢個樓盤嘅發展商，風格亦都好相同啊。第二個咧就二龍明軒，就比較細啲啦，不過咧佢有大平層產品嘅，2棟13層高嘅住宅樓，1棟咧4層嘅配套公建同埋1棟6層嘅商業。今年咧就會入市，位置咧就喺長江路同埋東江路嘅交界，亦即係天逸星河 Coco City 南邊啦。呢一個位置咧仲有一個喺度起緊嘅項目，就係順景若隱軒。嗱，呢個樓盤咧就亦都係2棟樓，24層高，1棟咧16層嘅公寓，加埋1棟4層嘅公建配套，亦都加1棟5層嘅商業樓。年中時間咧就會入市。第4個樓盤咧就係谷城雲景台，呢個位置好喎，佢就喺東區 CBD 嘅核心區域，東區盛景上風嘅斜對面，亦即係中山日報嘅後面啦。位置係靚嚟嘅，不過咧佢呢個位置咧係拆咗東區醫院先有呢嚿地嘅。樓盤咧就係3棟住宅樓，計劃咧都係年中入市。第5個咧就係富榮富康項目，亦即係喺利和文華里旁邊。總共咧有20棟住宅，今年咧就會入市。屬於學區房啦，佢就同利和文華里、華鴻龍嘅軒咧同一個學區嚟嘅。第6個樓盤咧就係利和廣場同埋天河商場中間呢個位置，東區石岐南區嘅交界處，博愛4路南邊啦。VV Park 嘅菜蘭子北邊，目前咧就未有名叫嘅，就叫做沙江舊改第4代住宅，深圳耕地發展商開發。嗱，分2個屋苑。其中有個咧係做回遷房嘅，8棟樓15到25層高，今年咧就會入市。另外東區咧仲有旗江新城108喺北邊嘅綜合用地咧，亦都等待動工建設嘅。嗱，東區嘅新樓盤市場咧，當真係百花齊放。當然，東區嘅樓盤總體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位置優勢嘅，值得大家咧做下了解。另外咧喺石岐北，亦即係大聖君怡灣，亦即係喺生武會賢殿同埋江怡灣中間呢個位置。嗱，呢個咧真係可以步行咧去到生武會賢殿啦。呢個樓盤咧有啲故事啦。2021年停工，2023年復工，全部封咗頂之後咧又再停工。2025年咧成功拍賣盤活咗，所以咧準備今年咧重新攞出嚟賣。大聖君怡灣南邊咧就係大聖體育公園，再南邊咧就係旗江河，所以咧景觀係呢一個樓盤嘅最大優勢。另外，貨櫃區海洋宏頂咧亦都值得睇下喎，佢唔靠路邊，喺南邊第一排冇遮擋景觀，睇別墅高爾夫長江水庫山景嘅。星期5之後咧就會放賣，大家咧可以聯繫我提前過嚟睇樓啊。實質座咧係127同埋143平方，2隻戶型嘅，價錢咧就8000蚊到9000蚊每平方。實落座咧係322平方嘅大平層，就未出實際價錢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，包括成個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、地質樓咧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更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咧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。想睇樓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訂閱我，睇樓買樓冇套路。